你想喺溫哥華揾間筍盤，又驚每個月供樓壓力大？今次帶大家睇呢間供樓神器。呢間2層式設計嘅獨立屋，最正嘅係具備呢個獨立嘅出口，自住同埋出租完全分開，真正實現人哋幫你供樓啊！主層樓底極高，全屋採光超正，一家大細住得好舒服。上層3房2廁，間隔四正。位於黃金地段，明街以西啊，行幾步就到 Langara College、YMCA 同埋 SkyTrain 站，交通配套冇得輸啊！坐擁 Churchill 中學同埋 JW Sexsmith 嘅小學名校網，子女升學無憂啊！地下供樓神器，2房加1個釘，2個廁所，最重要係有獨立嘅出入口，同主層係互不打擾。無論係想收租補貼，定係同長輩同住，都保證絕對私隱啊，完全唔會影響你嘅空間。呢種具備高私隱度嘅分租潛力嘅屋，喺溫哥華真係買少見少啊！想知道點樣可以喺名校區住得舒服又供得輕鬆，即刻揾我 Horace Wong 帶你入屋測試。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Find your